金剛經裏面有一句說話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其實呢句說話嘅意思啦，就係話我哋所見到嘅所有嘅形象同埋現象呢，都唔係真實嘅，都係變化無常嘅。例如我哋嘅情緒啊，外在嘅物質，甚至乎人際關係等等，都係短暫嘅。所以呢，我哋都唔能夠完全去依賴佢哋啦，同埋執着佢哋。就例如啦，如果喺日常生活當中，當我哋遇到挫折，可能會感覺到沮喪、焦慮，甚至乎好憤怒。雖然喺當下啦，呢一啲情緒看似好真實，但係隨住時間嘅推演同埋環境嘅變化啦，咁隔咗一段時間之後啦，你甚至可能會覺得當時自己嘅情緒好莫名其妙。咁呢一句說話啦，就教導我們啦。咁其實我哋每一日啦，可能都會有一啲新嘅挑戰或者新嘅機會。咁最緊要啦，係我哋學會接受呢一啲，並且啦了解到任何事物啦都會隨住時間而變化㗎。咁我哋要時刻都提醒自己啦，唔好過於執着於眼前嘅事物啦，同埋情緒啦。咁樣呢，就可以幫助到我哋啦，好好地面對生活中嘅起伏啦。咁保持住心靈嘅平靜同埋開放，咁讓我哋啦隨時都可以重新振作。